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418是头份100嘅大发通，农业时代总共系地动屯下届的3万男庄人，如果想父母讲爱去头份的418么，甚至会开论做等文快去参加喎。不过乡下几多后生嘅，像地讲几闹热，418是用嚟来嘅，啥唔多想嘅。418其实系为到调和菜地嘅族群冲突。发展出来对人民没有出发的让马祖的发通。今年头份418语文及初判人优先为如收听后生人判嚟几多嘅语文发通，睇民俗庆典以外，这个本人看到418的精神，而头份人重新看到家乡同人之间嘅连接，情到进来。这是3号。三府演说行嘅头家，睇路喺陈火嘅会当中请演示，其实按多年来做出冇用演示演说咧，睇头418语文字纪录片组成员嘅镜头下，头家变作为主角。放在这里。来拜访老板之后，就觉得老板讲的故事很有趣。他会说以前他在做的一些过程，然后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以前的做法会需要这么多时间，然后现在好像我们就是很迅速就可以打出来这样。那本来带工作坊的初衷是希望可以训练，就是在地头份人自己来拍头份的地方。那当然就是因为头份这个地方很多角落的发生的事情其实都被淡忘掉了，然后也慢慢好像那个头份人自己的认同感没有了，所以就是透过找回一些可能比较头份老的记忆，然后想要去重新唤起可能作为一个头份人的感觉。过年做的产品也叫猪油饼，南部的肉饼，南部也有肉饼，他们就讲肉饼，这样子而已。嗰度头份嘅老店嘅都系纪录片组协嘅对象。我用影像留念老店嘅老师面，今日纪录片工作坊係提名100看片呢，指導先生同學員見討論見問，按樣嘅本影像作品係個好。通常我會建議就整段都有配樂啊，對，就是對我來說那個就是沒有一些情緒的轉折，對啊，然後一直在那個配樂裡容易忽略的，就是某些訊息好像就沒有那麼明顯。可能也到能學家到影像嘅學員技術還未幾好，我一定對片內嘅感情絕對唔會騙人。關於頭份的影像其實是非常缺乏的，然後我覺得這些素人雖然他們有一些沒有什麼經驗，但是他們表達出來的那個東西，因為他們其實也至少在這個1個半月裡面花了時間跟那些店家的人、跟那個店、跟這個空間相處。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是有味道的。我覺得對頭份意義反而沒那麼大，因為我們就只是小小的人物，然後頭份是這麼大，然後那個文化是這麼久傳承下來的。但是對我們自己比較有意義的是，我們更加了解就我們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這條紀錄片安排喺頭份嘅老戲院東上天陽園放送，而頭份人對探員們來看自家家鄉各個素材持續睇嘅發生嘅故事。然後這次課程裡面大概有2個是頭份人，然後他們拍的東西其實就比較活潑一點。那一個當然就是他老家在頭份，然後2000年就回到自己的家鄉，然後就是記錄他自己回到家鄉的生活跟地方的一些文化事物。那另外一個有一個比較年輕的女孩，她其實是她也是就是土生土長頭份，而且幾乎一直在頭份。然後她選擇了一個她在老街遇到了一隻跟她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有緣分的貓咪，對，然後她想用貓咪的視角重新去看到頭份這個地方。
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导演来教，就是我们在替后场演去拍梯缝的事情，让他的作品可以上大荧幕，看到自己的作品其实头份要亲讲啊，有很多有趣的小角落有，所以让头份的练习自我观看同太阳站是头份新一版语文季其中一类发通，新一版是苗栗头份市南游的宗教庆典，尤其农摆农业社会时代，头份人还可以看作是地方的大事情。全头份人几乎都是把它当作是盛事在办，在前1个礼拜，我都是爱准備。愛唱馬莎，愛打天花，愛盤活，愛請出來。我當記得我剛好係上班，為到兩新嘅8號一天愛搶假來盤，然後大家是準備當多東西，等個遊街啊，遊到我們這裡來，所以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大人小孩都是非常歡欣鼓舞的。前是過年人家新嘅8一路裡台灣新嘅8青老年有搶嘢的，還有啊。有養老呢，就話啲當當要收嘅啦，都有也5、6年過後了，也就時代轉變了跟住說也不冇搶嘢，但是冇搶仍然係安全啦。唔過滿多做乜嘅唯有新一版沙漠幾3年講嘅出來，當見後生嘅對新一版未搶存做假事個鬧熱嘅印象。今年出版團隊特別打破嘅農擺嘅發通方式，收聽後生嘅族群，用語文嘅角度來向後生嘅注意，同時還講認識新一版。的確是有鎖定，是希望可以讓年輕人更注意4月8，因為我們問過蠻多頭份人，大家都會想說4月8是什麼？大家就會想說，就是吃夜市或者是繞境，就是它是一個太單一了，對這個想象太單一了，然後就覺得可以讓他們認識更多，這樣就是跟老一輩的4月8有一些透過這些東西有一些連接，這樣。後生嘅校園咖比出版團隊路線嘅頭份，究竟是某位咖比店來做前台展覽，展出無窮用年代嘅頭份新一版發通嘅錄像片，愛俾後生人看到。慢慢的，可能這個活動因為沒有人去推廣它，然後沒有人去了解它，所以可能現在很多可能比我們再年輕一點的小孩子會開始覺得只是知道有市集有夜市，但他不會知道這個活動到底是在幹嘛。對，那也借由這些老照片展啊，或者是這是4月8新一版的團隊，這樣子帶給我們更多年輕人可以更了解這個活動。我們只知道4月8要去逛夜市啊，去買小吃、買熱狗、買珍珠奶茶，對。那借由這一次的活動，然後我們才知道，原來4月8號是要處理當時的民客問題。像4月8可能是以前就是他們為了要團結這邊的閩南，然後客家人，然後它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你就會知道說原來以前這個儀式是這樣子來。然後我覺得就這次籌辦4月8就是有知道這件事情，也會想說其實可以，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很多這種不論是廟宇的這些儀式的信仰，其實背後都有很多很好玩的東西可以去挖掘，這樣。來做一請到的資料啊，風文弄靈感，讓提供以前新年吧，其實它是一個團結的用途。這種頭份歸下有4胎種咧，那以前頭份跟竹南是不合啊，董家熊大哦，就要團結彼此一個功能啊。那這個團結就涉及到很多的交流跟整合，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在宗教慶典之外，還可以再辦一系列的活動，我們重新看見頭份。白肉底餐盒哈，這個也蠻有名的。那這個老闆出版團隊還特別找為採題作家黃耀華帶民眾做介入看頭份的文學體驗。這裡有一幅也是一幅長臉，你看這個臉它寫得這麼長，它的簡單不簡單。
黃耀華帶領民眾來到桃歡園的信仰中心義民廟，也地背沙丘內一道歡迎的文學作品。桃歡義民廟裡面有幾個重要的作家哈，比如說這個苗栗詩仙賴江直，好賴江直的，還有那個張漢文先生，他用一個筆名叫老來耕。確實從這個日據時代到現在，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文史的前輩。另外還有一個是羅陽的駱君實先生，這個羅陽是泉州啊，泉州這位駱君實先生是這邊的副分局長退休的，他的詩啊對聯寫得非常好。那我們到義民廟主要是介紹這3位在地作家。對作家的角度出發，文采替民眾重新認識家鄉，讓使到拍狀嘅桃歡子弟對桃歡有新的看法。讓我很訝異，原來很多頭份的文人在那邊都留下了有很多他的文化的那個足跡在裡面，然後所以我就說，除了是當地的那種信仰中心以外，還讓我覺得說啊，原來頭份還有很多的那麼多的文人在裡頭，他的除了歷史文化都在這裡面。我的印象都是在很小的時候。所以我會這次也很開心，就是有在地作家可以介紹，就是我家鄉，那尤其頭份這個地方，對，那讓我們可以就是回到以前小時候，還有一些在地的文化特色，因為這些特色已經都沒有了，對，所以我也回老家，那也是開始就是重新認識頭份這個地方。做在呈現講桃歡園都帶黑馬嘅一個活動，就是在宗教慶典裡面，它具有一個再現，就是重新去洗滌的功能嘛，就把一些屬於城市的東西都洗掉。那我想說，借由這個活動，我們原本的口號是在4月8重做頭份人啊。那我們就想說宗教有這個功能，我們就衍生嘛，就是怎麼團結，怎麼再現，我們一樣辦類似的活動。等於說有4月8有宗教的活動，我們現在也在同時借這個機會，我們也辦藝文季，這樣就是4月8藝文季，讓大家知道頭份的文化的厚度、文化的精彩。廟裡許多素菜都還保有農村社會搞東西的習慣。主辦團隊特別選題桃歡，一個標記風嘅2年的羅客院長來做素同青菜交換的素菜，睇流通嘅空間度，愛後生嘅感受搞東西嘅浪漫。我們只能透過很多細節的安排，去讓人家想說啊，其實這個是屬於頭份，是很不一樣的，只能這樣，很難講，因為大的時代過去了。這種革命啊、激情啊、還我母語啊，那個過去了，那個已經沒有了。現在都是生活中的小的東西，所以我們只能透過這種老照片的展覽啊、小交換的活動，慢慢去喚醒，一點一點知道說，其實頭份可以不要有什麼商城，頭份可以不要有豪宅，都不用，因為我們本來就很好。其實只不過是想透過這些小東西去呈現這件事情。在以前，他們也要邀請像中港西流域的3萬男莊人一起來出來吃拜拜，甚至請竹南的人一起來鬥花燈。這個東西表示說，他們以前是強調人和人之間彼此的關係的，所以說這不是我們要來改變它，而是我們要來找回它，這是它原本就有的精神。有時候也不一定要由我們來領頭做着這個事情，而是。我們如果真正有很多頭份的年輕人來關心這件事情的時候，應該是要由他們來決定說，他們要這個東西要長成什麼樣子，然後這個東西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是要由所有參與的人一起找到的。對。那我們過來的話，幾乎每一家都會有把自己家的桌子來出來。桃歡市人口超過10萬3人，我桃歡人的樣嘅生意來也唔清楚。大幫地方能有嘅4月8大事情，主辦團隊希望用語文發通，也是的前輩桃歡人的樣嘅，可以前輩桃歡款。